会有4道的处理肉燥的工序，而且我们的肉燥是不油腻。我们的味道是甜咸，把它调到适中。然后我们的颗粒大小，就是我们不会说小到看不见，或者是说太大这样。因为那个口感你要让它吃到软软感，可是又可以有一点点嚼劲。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觉得保留阿嬷那种感觉的味道。我们是因为原本我们这个是一般传统的肉燥饭，那我们加了一些日式的风味，把传统的平板的肉燥饭变成一个新时代的肉燥饭，是中日式的，像一个肉燥炖饭。我觉得台南肉燥饭大家就会觉得说是有油、有猪皮，然后还有肥油的部分，它一定要煮到一定有个肥软嫩适中的一个状况，然后重点还要甜。是肉质跟乳汁，因为它烹调的状况之下，各个地方口味不同。肥肉跟不肥的加在一起，然后最主要还要搭配我们台南的米才会最好吃。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肉燥饭业者也都是用国产猪来做出最好的台南美食。欢迎大家来台南，台南的肉燥饭真的是1等1。肉燥饭赞，肉燥饭赞赞赞，好吃。肉燥饭赞。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李怡婷。肉燥饭你都怎么吃呢？有些人喜欢加香菜，有些人喜欢加胡椒，而你心目中最好吃的肉燥饭又要符合什么要件呢？台南市政府在今年推出台南肉燥攻略地图，收集了全市将近701家的肉燥相关店家，并在高雄市长陈其迈的呛杀下，将在11月21举办台南市肉燥饭争霸赛，共同支持国产猪肉及台南好米。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非常高兴，千呼万唤始出来，我们台南肉燥饭节终于梦想成真。我们预计在11月份、12月份各举办。第一个举办我们台南市里面的竞争，邀请一些达人、职人，还有一些餐旅学校的学生一起来做出最好吃、有台南特色的肉燥饭。第二阶段我们要做肉燥饭嘉年华，就是把已经成名的、已经在网络上或者在实体通路上已经享有盛名的一些肉燥饭店，还有各县市的邀请人，一起来参加我们肉燥饭嘉年华。那这样子大家不比名次，不伤和气。虽然没有名次，但是是由这个市场机制决定，由我们现场的来客数还有打卡数他们来决定说谁才是肉燥饭人气王，用脚投票就决定一切。所以欢迎各县市的好朋友一起来打擂台。我们知道高雄、云林他们都比较早就产生了这个冠军队伍，那欢迎他们的冠军队伍一起来。我相信大家一起来个华山论肉燥应该不错，欢迎大家来参加肉燥饭 PK 赛。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边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台湾淡水河以法律专业的立场，商务总理孙向市长探讨国土计划法，伊认为该法以中央集权的角度，根本违反地方自治的精神。一旦钦差通过，以大北门区的农村山坡地为例，未来发展一定是严重缩北，所以徛伫属地城乡差距，高度台南的竞争力。强烈建议一定要加强乡村区的规划。安府城吼。应该是府城这个所在是袂去影响的，因为都市计划区。但是呢，按其他的农村发展区，迄村落我一届两届我为着国土计划法，应该上届找经法局，那按照大法局上届找10届。但是找经法局等一下有经法局要问那我们大家沟通就是讲，你爱互城乡。和乡村区不要有发展的机会。你甲划落了后的时阵，你也甲划农医伊可能都一世人无法度改变。乡村区的整体规划会针对未来各行政区里面值得稍微有些像产业发展、生活区的发展，
还有一些道路建设部分呢，还会做详细的一些这个调整。这个乡村区做完之后啊，实际上它还有调整的这个空间呐。局长，你这些要规划的时候，讲过了，要让我们的议会知情，好不好？好。大北门区的乡亲为了小听议员提因发声，偏偏因外口探家的土地被正电所霸占，生存权受到剥削，所以总日顺拢前来旁听，希望比较屏东等其他县市伫乡村区有完整的规划。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台南本社处理可能的危机，成为这摆议会质询的焦点。其中议员林养义进一步强烈指控，为伫市中心的永康焚化炉，竟然会排放出世纪之都大后生来毒害市民。议员表示，多处环保局前往侦测拢讲无问题，不过居民也受侪顾虑，所以建议一定要请第三方公正专业的单位来抽验，让市民安心。永康这座焚化炉最近，安尼这一两冬所排出来迄款烟啊吼，迄款味啊吼，恁派恁去侦测无可能啦，恁无可能先加伫喙皮啦，局长看嘛安尼啦吼，咱也委托有公信来迄个环保人士迄个专家啦吼，来侦测啦吼，来侦测爱头一礼拜啦。哦，将是要侦测哦，袂使互焚化炉操作的人知影。哦，伊要开始要侦测焚化炉，当然无来释放，无来排烟出去啊。你安怎侦测也侦测袂到，这条费用是毋是互你环保局来编有算来支出？拄则议员讲，若要委托可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去做侦测，环保局可以完全接受。虽然伊喜欢委托的公司，但是呢，我们在要求空污的标准呢，赶快一样是严格。虽然我之前有做过烟道检测啊，等等呢，这部分数据上是讲它没有超标，但是议员你讲的这个讲要去委托第三方，马紧这款环保局愿意来接受说，外界对他这样的一个解释。议员除了质疑焚化炉的空气污染，也不满因一档干电池的碳免2亿，加上小本色一档碳10几亿，不过回馈地方平均一人一档才300块，认为敢是当作乡亲去吃，要求将金价要收回家己操作。人再入去收去啊5。降时已经起到3500至4500啊！降时本色量济，伊火力发电，伊烧起来的电，火力发电加送互台电的，伊一年净赚就2亿，当初回馈予新华、甲永康、甲新市回馈金，一年300块，一年300块啊，一年哦。一个人，当初发这回馈这个当时，你感觉全部区民拢无爱去领，都毋是去吃个，一年乐等300块。议员认为，虽然大操作是过去的契约，不过强调有关回馈的部分也是有协调的空间。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11月3號的台南高鐵站特別熱鬧，會使看到有人當咧發送文宣品。也有人手摕着防治家庭暴力甲婦幼專線113等標語，因攏是國際男性交流協會、台南縣會甲台南市精英會的成員。這幾年來，因攏選佇11月3號舉辦宣導活動，這是因為11月3號甲113婦幼保護專線同一個數字，因也希望透過安尼的活動，讓社會大眾會使關心性侵甲家庭暴力等議題。我們是女人幫助女人，防止家庭暴力，我們會選在113，就是我們的家庭暴力是113的電話，所以講我們選在這一天，每年的這一天，我們都有這個活動，不一定在哪一個，像上一次就在我們那個大遠百那個後火車站那邊，我們每年都會參加，要防止那個受害的婦女，我們是。男性交流協會是女人幫助女人，因為電話是113，我們若是有遇到家暴，一定要打電話打113，所以才會選到今天的113辦這個活動。每年我們國際男性交流協會全省
同步的时间都会办这个活动。好，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标语就是113一通。好，家暴无踪，这是我们的标语。好，那国际男性它的宗旨就是 Best for Women， 就是女人帮助女人，还有帮助妇女，帮助那个青年，好，让他们顺利能够就学这样子哈。会中市员李正国甲柯志春也拢共同出席支持。男性协会除了呼吁民众爱关心这议题，也希望大家会使较家暴的。如果有发现相关的事件，就要踊跃来协助，打造一个友善的城市。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对政府推动家庭暴力防治法高达，大家拢知113是妇幼专线，所以国际男性教育协会每一档伫11月3號之天，拢會舉辦相關宣導。下晡台南分會嘛結合各區婦女會、婦幼警察隊等單位同步來宣導。特別今年拄到女大學生被性侵殺害重大提案，嘛互宣導特別叮當。女人帮助女人，女人成就女人，女人支持女人，这是我们的一个宗旨。然后也因为这个活动，让我们学习了说怎么样去帮助女人，然后做这个活动。我们有5大宗旨，就是反毒、反家暴、反性侵，还有反虐童，还有制止人口贩卖。尤其反性侵这个议题。今年这个很敏感的时期，我觉得一定要重视这个单项因为它是很重要，尤其在校园或是在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随时都威胁到的我们女孩子的本身的安全，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一定要重视这个议题。对此，社会局长甲防暴中心马龙校长都来表示，将推动社区防暴系统的决心，嘛希望大家拢成为社区预防的尖兵，避免不幸的危害再次发生。到底要怎么宣导，怎么样子去通报？好，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办了活动，办了很多的这种来参与，可是回到社区里以后，是不是也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尖兵？因为未来整个社区里面发生在那个房子里面的，或者在某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部分呢，大家回去除了今天活动以外，回去了以后，大家告诉大家。那我们已经跟家防中心我们的雪华主任这边在谈，就是说未来我们是不是要跟这些妇女团体或者一些相关的一些公益团体或者社会团体这边来连结，然后做成一个家庭这个社区防暴的一个系统。113反毒反家暴，113反性侵反虐童，113制止人口贩卖，我们反家暴，台湾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位伫东区的购物中心，这几年来拢会举办圣诞点灯，这也成为东区一个重要的活动之一。今年购物中心新建第2期的工程，对此这届也将圣诞树的地点刷到1期甲2期中的广场，并扩大来举办。2号上午举办盛大的点灯仪式，活动伫幼年园小朋友的舞蹈表演，甲台南女中的仪队表演后揭开序幕。会中第一个重头戏，就是由着好用都基金会捐赠一台小货车，予逢甲客人中心。接下来就是温馨隆重的点灯仪式。点亮蓝房，点亮爱。现场的朋友，我们要一起来点亮这一棵最有爱的胡桃钳圣诞树。那我们今天的胡桃钳圣诞树呢，也在这个点灯活动是第4次啊。
好，那每年我们都会举办这个活动，结合我们的社会公益，还有我们对于圣诞节这个感恩季节的一个行动，我们来做这个点灯。那今年总裁跟他的基金会又捐出了一台这个福祉车，这个是历年来总裁他们捐出的第24部福祉车。当然，欧永都基金会跟总裁他们做的这些善行义举，是不只有捐车辆而已，他们平常都有做各项的这些社会公益，不管是捐钱、捐物资，捐车，这些都是持续不断的在做。那刚才我在致辞里面也跟大家报告了就是因为总裁他常年不断的这些善行跟义举也促使我们团队要更努力，把南纺购物中心、南纺集团打造成为一个社会关怀、爱的发源地、善的发源地。我们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影响更多的这些社会企业，共同的来参与我们社会的关怀，帮助弱势，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更和谐。除了大型的圣诞树以外，购物中心2期的工程进度也备受关心。业者表示，预计伫12月25号开始试营运，到时阵将会有25个大型店柜进驻。大家看到这个是南纺的2期这个我们的楼地板面积大概有22000平。那我们商场的营业面积的部分，物贩的部分大概有6600平，餐饮跟娱乐加起来大概有5600平。另外，我们有9600多平的停车场，所以我们提供了到我们这边来的消费者更好、更便利的停车、购物的环境跟空间。这里面现在规划了25个店柜，因为这里面全部都属于大型的店柜，所以国内外知名的主力品牌都会陆续的进驻。目前我们已经完成22个店铺的招商，那还有3个现在正在洽谈中。当然，希望进来的还有很多，可是不免有遗珠之憾。那我们会持续的改善，持续的进步，把更好的品牌带进南纺购物中心，让所有的市民消费者能够有更好的购物的享受。12月25号，我们会正式开始试营运，明年的农历春节左右，我们会正式的开幕。这届以着胡桃钳为圣诞主题。伫12米的树仔顶有可爱的胡桃钳向民众拍招呼，也阁有特别的光之河作为拍卡的景点。想要感受圣诞气氛的民众，嘛会使到东区的购物中心来踅踅。但新闻国语采访报道。台南市农业福利协进会每当拢会办理会员送卵活动，但今年因为拄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物资不足的状况真无理想。台南市新港狮子会以及西区狮子会知影农业协会的现况了后，就联合自强会、精神美会、博爱会、安南会、地王会、桂林会、新市会、展望会等分会，以及市议员王景德共同协助募集爱心物资。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就是帮忙聋哑学校的聋哑的朋友来做他们发放物资，然后希望他们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狮子会的用心，以及我们的爱心是可以处处可以传播到的。其实聋哑协会在社会上是一个弱势团体，但是因为他们跟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别人会觉得说，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是聋哑人在社会上是有弱势的一群，我觉得我们要发挥这个小善，来唤起社会对这些族群的重视。聋哑福利协会呢，长期跟我服务处也都有合作哈。每年我都会申请经费，然后来帮助他们，还有民间募集一些物资，也是来赞助他们。狮子会热心公益，希望会当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带领大众做伙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
中提琴甲钢琴优美的演奏之下，互现场的听众拢感受到温暖的氛围。这位来自俄罗斯的音乐家法利德，伫台南的音乐公司邀请之下，特别甲台湾新锐的钢琴家黄新佩共同合作，录制了一张合奏的专辑。也因为两位音乐家的年龄差了40岁，所以这也是象征一个世代的传承。对着黄新佩老师来讲，这届合作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录制这张专辑其实是比音乐会还更难的挑战，尤其是需要和一位就是跟我年龄上差距非常大的一位长者。所以我们相差了快40岁的这个就是人生经历上，就是对于我在录制这张专辑或是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挑战。那这个非常大的挑战是在虽然说我是留学俄国，他是俄罗斯籍的演奏家，因为我知道俄罗斯它是这个国度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度，它有非常多台湾人不太能了解他的演奏的技法，或是他音乐文化上，或是他的民族性。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俄罗斯是一个战斗民族。那这个战斗民族就像我们从大概3个月前排练到昨天录完音的时候，我觉得或许大家都会说唯一不变就是每天都在变。这个就是我在录制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大就是可能在当下你的那一个火花要窜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换了一种让你感动人心中方式拉法。那你必须要在那个当下，你必须要马上契合他所内心所传达出来的东西。这个是我觉得这40岁的差距上，我需要去经历我所没有经历过的东西，还有文化上的差异。这届录制的音乐除了会使伫网络听到以外，也会制作成为 CD 甲黑胶，所以对着环境的要求也非常的高。对此，因也到安南区的梦想田音乐馆来录音。专辑的共同制作人表示，希望透过这届的机会，制作一个会使安慰人心的音乐作品。这一次邀请他们2位音乐家，一个是法利德，然后一个是黄新佩。那法利德老师是我自己的恩师，那很希望有一个机会，其实他来台湾服务24年了，那他今年刚好是72岁，那其实服务这么久了，想要帮他把他的好声音留在台湾这样。那其实黄新佩的部分呢，其实他是因为他刚归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合作，那也是一个合作很久的音乐家，然后希望说可以利用他在俄罗斯的一些学习，然后跟我们法利德的老师做合作，这样，对。那合作起来的感觉，其实2个民族性比较相似的合起来会，就是刚刚新佩老师提到的1+1=1的意思，这样。这张音乐作品有计伫今年的12月中来发行。喜爱古典音乐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张精彩的作品。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现在整个美容彩绘以及纹绣等美学产业，拢相当受到欢迎，嘛有愈来愈侪人以这项技艺为职业，甚至嘛有跨业合作的附合式经营模式。为了更加提升业界的专业素养，中华民国整个彩绘美容工会联合会近年来推广多元美业认证，希望透过相关的训练以及技术认证，让专业人员会当更加有竞争力。TNL 为各位介绍我们目前在推动的一些专业的认证项目，包括了美甲、美睫、纹绣、除毛以及这个木漆彩绘等，以及手足保养各部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TNL 能够成为专业的认证机构，甚至于我们在这10年的努力中，已经得到国际的认可。英国 CIP 国际职业认证学会将旗下400多个认证项目交给我们单位来执行。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成为专业的认证机构。未来美学相关的业者，伫通过工会技术认证了后，不但会当提升技术，嘛会当保障顾客权益，让业者甲消费者拢会当达到双赢的局面。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